燒到燻黑嘅外牆，不斷冒出嘅濃煙，燒剩嘅棚網從大廈外牆飄落。呢一場大火已經持續焚燒超過一日一夜，火勢喺星期四凌晨開始減弱，去到朝頭早剩返零星單位嘅火未熄滅。有喺東昌街體育館臨時庇護中心過夜嘅居民話，走火警嗰陣冇聽到火警鐘聲，收到屋企人電話通知先知道要逃生。我先生打電話翻嚟，佢啱喺吐露港經過翻嚟，佢話你落去樓下睇下啦。點知落到去咧，哇！見到對面嗰兩座，第7啊第6座，好大火啊！哇！嚇到個腳都軟埋，跌咗落地，仲整到隻手鬼咁痛。我攞咗啲止痛藥㗎啦。起火超過1日之後，仍然有唔少人喺現場等待失聯家人嘅消息。我考慮過去嗰邊站。暫時冇。有冇話點解？我要等埋我隻貓睇下個情況點先，同埋應該有好多好需要嘅人士可能要用咯。下晝3點半，失蹤者嘅家屬獲安排到鄰近嘅社區會堂，憑照片辨認遺體。唔少家屬哽咽，由家人攙扶出嚟。喺庇護中心出邊，大批志願者搬運物資同埋清點，準備分發俾災民。有住喺大埔嘅學生特登走堂都嚟幫手。好大部分都係嚟自大埔或者唔同地方嘅居民咁樣自發搬過嚟，可能屯門都有嘅，屯門都有啲人送起過嚟咁樣，係咯，咁就都係啲市民自發性咁樣捐咯。目標就做到我做唔到為止啦，因為始終都要人幫手嘅，係。好簡單啫，幫到人就係我目標咯，係啦，咁可以令到佢哋可能對生活重拾翻一份熱誠啊、信心，其實都係我其中一個目標嚟嘅。咁我其實最大一個目標就係令到佢哋可能喺呢個無助嘅時候咧，可能有人去出手幫一幫佢哋咁樣咯。喺大埔墟站呢一度成為咗物資嘅中轉站，大批志願者喺呢一度幫手。廣播新聞網記者盧雲宇報導。